阿修罗道的阿修罗道的寿命很长，他们享乐福报也是很大，而且他们智商非常高。不过由于他们的嫉妒心跟嗔恨心，其实他们并没有觉得快乐，而且他们在作战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始终都是处于比较劣势的，所以他们还是要面对战争时候的恐惧，然后受伤的痛苦。那再来就是要讲到的是天界。天界他们享乐是很大，非常非常的大。天界分为欲界、色界及无色界。那他们比较快乐，比较没有什么忧苦、仇恨心。那其实像他们这样子，在抵挡阿修罗进攻的时候，他们还是要想办法培养出自己的一些那个情绪，不然的话，他们就没有士气可以去打仗。那其实他们享乐是无穷尽的，可是由于这些方面的友情难遇痛苦，他们比较难遭遇痛苦，没有办法遇到痛苦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升起修行的心。那没有办法升起修行的心那他们又比较没有办法有出离心，跳脱这六道轮回的出离心，而且他们享乐实在太快乐了，所以不太认真的在修法，就比较难升起那证悟的一天那个感觉。那因为他们享乐非常大，福报是会被耗尽的，所以一来他们没有办法认真修持，没有办法跳脱六道轮回。那在这些有洁癖、享乐那么习惯的天界友情里面，人界已经很脏了，而且多苦多难，更何况是畜生道。所以大家这边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我可以遇见我自己，可以要从六道的最高处跌落到最低处的时候，最脏烈、最苦的地狱里面的时候，那个心理层面要如何去承受啊？在这恐慌当中，临死的友情，临死欲界，天的友情要孤独一个人去承受数百年的这种痛苦，去承受就是他剩下的几百年的生命。因为在他们福报享尽之前，他们就会现出天人五衰之相。那他们天人五衰之相现出的时候，其他的天人就会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，就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，就会都离他而去，离他远去，留下他一个人孤独的面对死亡，而且即将投身到三恶道的恐惧。所以即便是这么好的地方，天界最高处，还是不能避免痛苦的。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，其实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六道轮回，每一道都只是一个普遍性的描述。简单的讲，那我们大概只是可以知道说，生在三恶道里面是苦不堪言的，即使是生在三善道里面，还是有他的痛苦。总而言之，如果我们还在六道里面的话，即便是生于其中最大福报的地方，还是逃不开痛苦的。而且在六道的生死流转里面，我们有情众生的相互关系是不断的在变换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我们的死对头有可能是我们上一辈子的父母，今天的夫妻有可能是我们上一辈子的仇人。而且在六道里面，我们不管福报有多或少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感到满足的，只会贪得无厌的想要更多、更大的福报。
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说我钱太多，大概他是想要赚更多的钱，所以我们经常在这6道里面不断的轮回，从高处跌落到最痛苦的深渊，没有永恒的快乐，都只是无奈的转身。我们没有丝毫的自主权，财富、亲友都帮不上忙。现在找我们观察到6道的生死之后，我们必须要在心中非常明白6道的本质就是苦，而且投生的去处决定在我们的兴趣，所以轮回就是去向所生。不管是从天界、人间，甚至到最底下的地狱，它只是痛苦的形式，程度的不同而已。我们这个生死轮回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想办法把痛苦，这无始循环的痛苦根源给切断。其实佛陀他不是一个集权的暴君，要我们在臣服在他的命令底下。他是在教导我们说，如果你也想要得到我所得到的，便依着我曾走过的路走吧。佛陀在很久以前也曾经是一位凡夫，也跟我们一样，在轮回里转来转去。那是因为他依着某种方法的修持，最后跳脱出了苦的循环及6道轮回，甚至他为了其他想要脱苦的众生，也教导了脱苦的方法。他并没有强逼我们一定要照着他的教法，他只是在说，我也是过来人，我也曾经历过你现在深受的苦，后来我脱了苦，而我脱苦的方式是这样的。如果你也想脱苦，只需要依着同一条路走便行了。佛陀的教法里有很多种，我们在佛学术语中把它形容为84000法门，而其实在84000法门之中，可以把跳脱6道轮回的方法归纳为3学，就是戒学、定学、慧学。总之，我们就是要努力的学佛，吃素不杀生，因为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愿大家一同努力，通往解救成脱之道。阿弥陀佛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子维。现在让我们请演员一一上来为大家谢幕。让我们欢迎我们第一位最佳男主角王信屠夫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书耀。我是张书耀，我饰演王信屠夫。好，让我们欢迎第二位最认真行刑的牛头马面。大家好，我是马面徐桂莹。大家好，我是牛头林红玲。好，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第3位，已经吃素很久的桃妹。我是桃妹吴佩萱。还有我们最可爱的金童玉女。大家好，我是玉女吴佳莹。大家好，我是金童黄雨慈。接下来让我们再欢迎我们很认真的旁白。大家好，我是旁白吴子颖。还有我们很威严的阎罗王。
大家好，我是许志善。好，那让我们欢迎我们最活泼的市场路人。没关系，还有等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市场路人韦斌。大家好，我是市场路人黄玉涵。大家好，我是市场路人王宇轩。大家好，我是市场路人胡子乔。大家好，我是市场路人林詹。大家好，我是市场路人兼水账张燕荣。还有我们的牺牲半老的王母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母林婉纯。还有我们的勾魂使者黑白无常。大家好，我是黑无常蔡炳荣。我是白无常郑宇翔。好，还有一位压轴，让我去请他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饰演观世音菩萨的吴子薇。好，谢谢收看。